每次遇到赤馬紅羊年，呢個世界都會有人類大遷徙同埋移民潮嘅。咁講法，馬年唔同生肖嘅你，應該移民去邊度先會更旺更發呢？今集我就會用我最唔專業嘅玄學知識，加上我最專業嘅移民知識嚟同你分析一下馬年移民運程。嘿，大家好，我係 Alex 浩昌移民嘅創辦人羅立光 Angelo， 一個已經有30幾年移民經驗嘅移民顧問。先祝各位龍馬精神，吉祥如意。赤馬紅羊年同移民有關係？係㗎，睇翻過往嘅歷史咧，又真係有關係㗎噃。赤馬紅羊係雙火年，再加上九運係屬火，火啊勁重啦。火代表變幻莫測、動力等等，所以咧變動咧就係未來2年嘅關鍵詞啦。移民同變動嘅混合體咧就係移動，意思就係話由一笪地方搬到另一笪地方。如果你上網查翻1906年同埋1907年，以及1966年同埋1967年近代呢2次嘅赤馬紅羊年咧，發生咗咩事你就知㗎啦。尤其係1966年同埋1967年呢2年期間咧，因為越戰升級，好多越南人就逃離越南啦。印尼排華，好多人華人咧就出走印尼啦。而1967年香港嘅暴動咧，亦都好多香港人咧去咗英國同埋加拿大㗎。喺過去幾年，全球地緣政治引起嘅動盪不安，例如烏克蘭戰爭啦、以巴戰爭啦，以及近期委內瑞拉同埋伊朗嘅動亂等等。再加上好多國家經濟不穩，黃金白銀價格暴升，都疑似係金融風暴來臨嘅預兆。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地震、水災、火災發生。根據歷史，赤馬紅羊年都會有唔同形式嘅大事發生，令到好多人都開始思考要買定移民保險，作為保護資產或者保護家人之用。萬一真係殺到埋身，都仲有個保障啊！隨時有咩事可以去第二度避一避風頭。如果你未有，過完新年之後，你係咪要諗下買乜嘢移民保險好呢？如果你想享受退休生活，你可以諗下泰國，申請泰國最簡易嘅泰國精英簽證，或者係投資泰國房地產攞10年長居簽證。唔中意泰國，亦都可以去馬來西亞申請馬來西亞第2家園或者 PVIP 簽證，最長可以喺馬來西亞住40年㗎。如果你馬年淨係得有錢，咁就恭喜你啦！你可以投資500萬紐紙喺紐西蘭，或者捐咗40萬歐羅俾愛爾蘭嘅慈善機構，甚至乎用40萬美金喺土耳其買層樓，你就分別可以攞到居留權，甚至乎係護照添。靜雞話你知啊，我哋 NIV 嘅申請人啊，最快1個月就攞到 ITA 啦，而 EB1、EB2 仲可以2個禮拜攞到結果添。如果你想買移民保險，過完年就好快啲嚟揾我哋啦。如果你今年想去一啲容易發達嘅地方，你就一定要去東北、東南或者中部揾一個適合你嘅國家去。因為咧呢4個方位今年都係唔錯嘅，尤其是係東南，因為有9紫星坐鎮，簡直係大富大貴，人緣極佳啊！咦，咁東南亞國家啊，澳洲、新西蘭咪會好旺？中部咪即係講緊中東或者土耳其。如果你唔中意呢啲地方，依然係希望去美國或者加拿大，咁你就要揀呢啲國家嘅東面啦、東北面啦、東南面或者中部嘅城市落腳啦。例如加拿大嘅 Winnipeg 啦、Toronto 啦、Montreal 啦、Halifax 啦或者 Charlottetown 等城市㗎。咦，咁咪即係中晒加拿大嘅省提名計劃？如果唔揀流年嘅方位，咁如果根據12生肖5行嚟睇，唔同嘅生肖應該去邊度好呢？首先係屬火或者係帶火嘅生肖，即係屬馬啦、蛇啦、虎啦、狗啦或者屬羊嘅朋友，你哋本身就係火年嘅主角，能量爆棚，最啱去啲熱情如火嘅地方。所以澳洲啦、葡萄牙啦、泰國啦、越南啦、馬來西亞呢啲地方咧就最啱你哋㗎啦。再加上呢啲地方咧又多木又多水，簡直係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旺氣旺到爆。我諗你哋到時玩都玩唔停 ，happy 到唔停。跟住落嚟咧就係屬水或者係帶水嘅生肖啦，咁即係屬鼠啦、豬啦、
猴啦、牛啦同埋屬龍嘅朋友，你哋嘅命格帶水，火年咧就太旺啦，最好咧去啲近水嘅地方，以水制火，或者咧有金有土嘅地方，順勢而為。日本九州、紐西蘭、愛爾蘭、葡萄牙就最適合你哋啦。九州個州字有三點，咪即係有三點水咯，咁即係水多啦。如果唔係水多，台積電都唔會喺嗰度起廠啦。住喺呢啲地方，就算個火幾猛啊，都應該影響唔到你，因為咧呢啲地方係土生金，金生水，生生不息，水頭充足啊。跟住就係屬木嘅生肖，即係兔仔啦。兔仔個性喜歡跳嚟跳去，善於交際，面面俱圓，南北通吃。佢哋最適合去一啲多元文化同埋包容嘅國家，例如加拿大啦、澳洲啦。因為呢兩個國家咧個特性就係水生木，木生火，令到兔仔咧全年都好暢旺，順風順水啊！最後咧就係屬金嘅生肖啦，即係屬雞嘅朋友啦。正所謂金雞金雞，金光閃閃，屬金嘅地方咧就最啱你哋噶啦。當中土耳其啦、中東杜拜咧就最適合不過。去過土耳其嘅朋友都知道，周街都係賣黃金，金光閃耀。杜拜就更加唔使講啦，處處奢華，處處拜金，簡直係完美嘅配合啊！各位朋友，今集純粹娛樂，信不信由你，因為我真係唔係玄學專家，我只係移民專家。新年最緊要開心，大家記住喺留言話俾我聽，你會點樣面對赤馬紅羊，同埋新一年你想移民去邊啊？記得 CIS 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